Hello，同在仙有緣嘅網友，你哋好。在仙靈籤堂嘅目標係弘揚在仙嘅靈驗，有求必應，境惡隨間。有時要物係免費嘅，絕不收費。想人生順境，事事亨通，就要敬拜在仙啦。話說剛才咧，聽到有位 YouTuber 講咗有單事件，哇咁我就去查緊資料咧，哇香港01啦，你Yahoo啦，好多即係正式嘅媒體都有報導呢單嘢。但係乜嘢事咧？就係話咧有個內地嘅網紅呢個女網紅就曾經拍過咧哇怒擲觀音像將呢個觀音像打爛啦怒氣沖沖咁去打爛啲觀音像影片咧就話要打住呢個反迷信。咁呢個24歲嘅百萬02女網紅咧就啱啱車禍重傷就身亡咗啦。咁咧我就聽完呢個 YouTuber 提呢單嘢，我就去 Google 睇下到底係咩事。因為呢啲真係講得難聽啲，亂咁去侮辱神靈咧真係唉，即係而家咁即係咁樣睇咧就真係現眼報啦咁點解我要出呢段片講咧因為我嗰個即係多人訂閱嗰個頻道啦呢個嗇色園啦、黃大仙啦大仙靈籤堂啦咁咧我出啲片咧有啲咧即係唔啱佢心意嗰啲人就會喺度留言啦喺度侮辱神靈又話神棍又話呃人又話亂噏發瘋喂，大佬，我哋都係睇住籤去分解，即係去解釋、去分析、去睇翻預告下會有啲咩事發生而且有啲係真係已經發生咗啦，問得準啦，啱啦；有啲係預告啦，亦都準啦，啱啦。咁我哋神咩棍啫？去棍啲乜嘢呃咗啲乜嘢我哋呃人就呃咗啲乜嘢最先我都會留翻佢哋我侮辱神靈啦必招損啦。後尾一睇見呢啲索性都卜鬼咗啲費事理佢啲人即係講得難聽啲你哋即係自己冇經歷過嗰啲事自己又去唔信，咁你咪唔好信咯，係咪先？冇人逼你信嘅喎。咁睇完就要話人係神棍，話人係呃人乜乜乜乜，咁我哋呃咗啲乜嘢我都唔知我呃咗啲乜嘢，係咪先？咁所以咧呢啲咁嘅人咧，自己咧侮辱神靈啦必招損失嘅咁咧嗱，嗰啲人留言嗰啲侮辱神靈嗰啲人，我睇唔到佢有咩報應我唔知可能佢一世都冇運行，都唔一啲都唔出奇喎咁但係而家呢個即係呢啲大媒體都報道咗呢個中國百萬網紅呢個叫姜小柔即係登晒咯，咁咪真係即時現眼報咯觀音像你都夠膽去隨意打爛嘅，你話你無心之失打爛就話啫，你而家係去怒擲怒氣沖沖咁去打爛個觀音像呢擺明就係侮辱神靈啦，係咪先？咁真係咁快就現眼報啦，即係所以話何必啦，係咪？咁呢個姜小柔啦日前就傳出啦，因為車禍離世啦即係得年都係24歲啫喎，自稱咧係佢個助理兼徒弟嘅網友近日就發文證實咗啦。呢個姜小柔咧就喺7月15日啦清晨喺廣西前往廣州嘅途中咧就遭遇嚴重嘅車禍，送院嘅時咧已經就陷入咗重度昏迷㗎啦。經醫療團隊全力搶救後，仍不幸過世。咁佢所在嘅家鄉村幹部咧10日啦，亦即係喺10號啦，應該亦都證實咗死訊啦因為佢係睇先幹部10日10日內啦係嘛？咦唔係喎，應該係咪講8月10日嗱7月15遇害啦，應該就係話佢4個鄉村幹部啦，應該喺8月10號啦就即係前日啦係咯，應該係啦，佢啲大新聞都係一日報導嘅一日內報導嘅，咁啱啦，8月10號就證實咗真係死訊啦，證實咗呢個死訊啦。咁根據啦，即係內地嘅媒體啦報導啦，呢個姜小柔咧本身嘅名咧就叫做李秀婷，係來自湖南省永州市南山縣一份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嘅。
啊，哦，即係其中一份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嘅疾病疾病診斷證明顯示啦，佢就喺7月15號就進入呢個加護病房急救，就診斷係失血性休克，咁啊創傷性凝血異常，多器官功能就損傷，嚴重腦部損傷，並且陷入重度嘅昏迷，同時必須依賴咧呼吸器去維持生命喎。唉，咁啊，另外又有消息指出啦，呢個姜小柔呢，當日清晨啦，搭車從柳州前往廣州，途中就發生嚴重交通事故，隨後呢就被緊急咧送往醫院治療。咁事故發生之後呢，呢個姜小柔母親呢一度咧透過朋友群咧就公開求助，表示女兒咧全身受到嚴重嘅創傷，龐大嘅加護病房治療費用，讓家庭咧難以負擔，希望親友伸出援手。唉，呢個姜小柔啦所在嘅家鄉村莊咧，7月22日亦都發布咗消息啦，就指出咧當地新村慈善會就接獲家屬提出嘅車禍醫療救助申請，並且咧提供咗2000元嘅人民幣，約莫係台灣幣就9555蚊啦，就協助啦。咁啊，到咗8月10號啦，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重症醫學科學工作人員證實咗啦，呢個李女即係呢個女網紅啦嚇，唉，確實咧曾喺該院咧住宿治療，但係目前咧已經唔喺院內啦。由於涉及咧患者嘅隱私，就無法進一步透露病況啦。咁但係後面都證實走咗啦嚇。咁啊，呢個姜小柔咧，家鄉村幹部咧喺同日啦，即係8月10號啦，就向傳媒證實咗啦，佢已經不幸離世咗啦。並且透露咧，佢生前咧係從事網路創作工作，並且擁有不少嘅粉絲。事故發生後咧村民亦都透過慈善會就自發募款，就協助家屬啦。呢個姜小柔啦，喺呢個短影，即係製作呢個短視影音平台嘅帳號就擁有大約128萬嘅粉絲。最後呢一支影片呢就停留喺7月9號。佢主要拍攝呢就係靈異探險、反迷信等題材，包括深夜進入廢棄嘅建築啦，以及挑戰呢網路流傳嘅各種靈異遊戲。咁佢過去呢亦都曾經拍攝咗呢個擲位呢個觀音像嘅影片，引發爭議。死訊曝光之後呢，部分嘅網友呢就再度呢將過往影片同事故聯想喺一起，甚至出現咗呢個因果報應等說法。唉，不過呢拍攝說法呢就即係冇證實嘅支持嘅。唉。咁但係你話大家睇完咧之後，你話係咪因果報應啊？我自己信黃大仙嘅，我係梗係覺得係啦，係咪？點會唔係因果報應啫？係嘛？即係個觀音冇得罪你啊，係咪？你就算唔信，你咪口講咪算啦嚇，做乜要咁嚴重去怒砸打爛憤怒地打爛個觀音像啫？係咪先啊？觀音點都係救苦救難嘅菩薩嚟㗎嘛，係嘛？你點解要去咁樣做法咧嚇？所以咧，即係講得難聽啲咧，佢呢單事故咧嚇，即係可以警惕下世人啊嚇！你唔信就唔信啦嚇，唔需要去侮辱神靈嘅，我覺得就係咁樣啦。咁同埋咧，睇完佢呢單嘢啦嚇，咁我就頭先又有問黃大仙嘅電子靈籤啦，就係問啦，即係隨意亂咁侮辱神靈嘅人，會唔會有得到呢個即係唔好嘅結果咧？咁嗱，攞到嘅籤咧嚇，嗱大家睇下啦，又係真確嘅噃，你求得了第47籤啦。咁第47籤咧，我睇翻咧嚇，係一支中平嘅籤嚟嘅喎。唔係話下籤喎，唔係話下籤，但係咧，即係佢嗰個籤嘅
就係咧嚇呢個咩嚇魯肅殺荊州啊嚇，都唔係好嘢嚟㗎啦！留俾殺荊州啊，又去冇回頭啦嚇，冇咁死咗真係冇回頭啦，係咪先？同埋嗱，一路睇翻嗱，簽係中評啦，一路講嘅嘢就唔係話衰到貼地嘅，但係一路睇翻，佢下邊嗰啲咩天時啊、遺失啊、自身啊、出行啊咁嗱，竟然俾我睇到咧。天時啦，就係劫氣甚可悲，劫氣甚可悲啊！咁肯定佢呢單嘢佢呢個就係怒氣沖沖打爛觀音像嘅，肯定呢個都係禍劫啦，佢自己招來嘅禍劫啦，劫氣甚可悲啦！你諗下，嚴重嘅車禍係嘛？咁啊拖咗咁多日啦，終於就走咗啦，係嘛？咁後生24歲係嘛？你就算話有128萬粉絲啊，咁話你賺到人數啊，但係你似乎都賺唔到乜嘢財富喎，你啲家人都要去幫你籌款辦後事喎，咁你話你何必啊？係咪先啊？真係你反為信還反為信啦，你咪口講咪算咯，係咪先？你口業咪算啦，係咪？何必要咁樣打爛個觀音像咁做埋啲咁？即係咁可恥嘅嘢咧，即係自己招致呢個真係劫氣甚可悲啦！即係絕對係真係大仙嘅簽好準啦肯定真係劫氣甚可悲啊！真係即係希望佢即係點講希望佢走咗啦，人走咗啦，來世投胎啦，佢做咗啲咁壞嘅事啦，但係都已經即係傷亡咗啦，即係乜嘢報應都應晒啦咁希望佢來世啦，好好做人啦唔好再做啲咁即係咁令到自己有損害嘅事咯亦都奉勸即係大家啲網友你睇完人哋啲片啦就唔好咧留埋晒啲侮辱神靈嘅說話啦因為你侮辱神靈咧，肯定都係咧自己招埋啲唔好嘅嘢嘅即係我覺得就真係啦所以唔好隨意去侮辱神靈唔該晒你哋啦。